说你不卖冰，你卖什么？他们把我定位就是好像我一定就是要卖那个东西。我说我现在不卖冰了，我卖咖啡。来，2尊的鲑鱼。在家里的清冰店打拼6、7年后，把经营权交给哥哥，自己创业。厨房里忙碌的姿态，证明了吴玉嘉有不认输的本钱。这人对我自己就是有这么一点自信，我觉得可以，就是可以。自认有客家女性的坚毅，碰到难题面对就有机会突围。没有防腐剂的手工花生豆腐，2天就3败，冰冻保存口感却不会一样。吴玉嘉尝试裹粉炸，搭配紫苏梅酱，不少客人专程为这道小菜而来。像那个年糕这样子感觉，花生年糕这样的感觉。午餐时间高朋满座，完全一扫刚开幕时整年门可罗雀的阴霾。东西全部准备好等客人，对啊，就等到天黑，然后打烊，就这样子日复一日。承受痛苦，吴玉嘉早有过经验。他的右手因为铲冰被机器绞断手臂，但并没有被打倒。生意不好，他到处宣传钻研菜色，坚持不用餐包。客家功夫菜梅干扣肉要3天才能酱出香气，不取巧。我们这个只是要我们的时间下去做，它其实成本不会比那个调理包来的贵，那就是时间，它会爆，它会炸。它一爆的时候，大家都这样，每个人都这样伞状逃的。被油喷溅浑身伤，吴玉嘉笑笑说无妨。遇到痛苦转个念头，或许觉得不可思议，但真的会慢慢越变越强。改变7天，种开就无平庸。改变自己一切就不一样，这是美浓的说法。我们也可以说改变7天，鬼哈出冇平庸。改变7天，鬼哈秋冇平庸。改变7天，鬼哈秋冇平庸。谢谢宗仪老师。